古代啲人冇溫度計，冷熱都係要靠身體嘅感覺嘅。佢哋天氣熱就話好鬼熱，再熱啲就話熱到嘔；天氣冷就話好鬼凍，再凍啲就話凍到縮。後來有啲醒目嘅就觀察到大自然現象嘅變化嚟估計溫度啦。佢哋見到啲冰越結越多，就知道凍得緊要；見到啲冰開始融，就知道天氣回暖。中國2000幾年前有本《呂氏春秋》就有寫啦，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啊嘛。而似樣啲嘅溫度計嘅原型都係要去到1592年，大佬級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發明咗嗰個空氣驗溫器啦，就係類似咁嘅樣嘅。佢利用咗空氣喺玻璃管嘅冷縮熱脹嘅原理嚟測量溫度嘅轉變。後來意大利嘅費迪南德二世呢，喺1654年就發明咗世界上第一支密封式嘅酒精溫度計啦。其實佢係將啲紅色嘅酒精用蠟封密喺支玻璃管度，再畫上刻度，咁就搞咗支嘢出嚟咯。到咗1714年，呢位阿哥德國物理學家華倫凱特啊，就發明咗用水銀嚟做溫度計，比用酒精做呢就準咗好多。佢定咗啲水結冰係32度，水滾係212度。一共分為180格，呢個就係華氏表啦。通常用 F 加個圈嚟表達，而家啲美國佬都要用緊呢個表嘅。後來到咗1742年，呢位仁兄瑞典嘅攝爾修斯啊，覺得水結冰定喺0度，水滾定喺100度就方便好多，就搞出咗個攝氏表嚟。通常呢就用個 C 字加個圈嚟表達，用到而家呢就差唔多全世界都用緊佢啦。不如我哋吹下有啲乜嘢係超級凍啊？北極最凍係零下70度，而全地球最凍係南極，曾經測到係零下93度嘅。一般雪櫃嘅冰格係零下18度。而買雪糕蛋糕送俾你嗰啲乾冰啊，其實係固體二氧化碳，係零下78度。至於用嚟雪住啲精子同啲卵子遲啲用嗰隻液態氮氣呢，係零下196度嘅，真係凍到變雪條嘅。啲低溫呢會令到啲精子同啲卵子嘅代謝暫停。理論上可以無限期保存啲精子同啲卵子嘅咁講喎。咁仲有冇啲再凍啲嘅嘢㗎？有，就係液體氦氣啦。佢係可以凍到零下271度嘅，而且仲會產生超導體反應添。不過超導體呢就留返以後先再吹。講返溫度啊。咁究竟有冇終極最凍嘅溫度呢？係有嘅。以前啲科學家發覺每凍1度，啲氣體嘅體積就按比例咁收縮。咁計法，大約到零下273度嘅時候，啲氣體嘅體積就會變成0。咁佢哋就估計呢個世界上係有最低溫度嘅。後來到1848年，英國物理學家開爾文男爵提出絕對零度嘅概念。佢話溫度其實係反映物質裏面原子同分子嘅運動量，運動越快溫度就越高。但係當所有原子分子停止運動，嗰個溫度就係全宇宙最低嘅溫度，即係零下273.15度，就叫做絕對零度啦。通常用英文字母 K 嚟表達。不過呢個係理論最低嘅溫度，實際上係去唔到呢一個溫度嘅。咁而家啲科學家可以做到幾近呢個溫度啊？咁就要講下美國華裔物理學家朱棣文先生啦。佢喺1985年用咗創新嘅鐳射冷卻技術，做到
-273.14976度，仲因為咁攞埋1997年嘅諾貝爾獎添。到依家人類可以達到嘅最低溫係由德國科學家喺2021年所創造嘅-273.1499999999962度嘅，非常之接近絕對零度啦。好啦，吹完凍就吹下熱啦。地球上面最熱嘅地方係伊朗嘅盧特沙漠，曾經錄得到70.7度嘅。而水滾係100度，而最高熔點嘅金屬係鎢，要去到3422度先至會溶嘅。鑽石就會喺3700度會氣化變成氣體。太陽表面嘅溫度係5500度，而雷電嘅溫度係3萬度，估唔到咁勁咧。好啦。跟住係講啲超高溫啦。太陽嘅核心係1500萬度，原子彈即係核分裂啦，溫度係1億度，而氫彈呢，即係核融合呢，係3億度嘅。至於超新星爆炸呢，係100億度啊。咁兩粒中子星撞埋一齊呢，係1萬億度嘅，勁唔勁啊？都未算。歐洲嗰部大型強子對撞機啊，喺2012年透過用鉛嘅離子做對撞，成功創造出人類最高嘅溫度。嗱，聽住啦，係5.5萬億度啊，5.5萬億度啊！呢個係人造嘅最高溫度，亦係已知嘅最高溫度。咁當然啦，咁高溫只不過係一剎那，同埋喺極細嘅範圍之內。如果唔係，成個地球都早就爆 L 埋啦。咁究竟有冇全宇宙最高嘅極限溫度嘅呢？係理論上有嘅，呢就叫做普朗克溫度啦。咁啲科學家估計呢個溫度呢，係去到1.4億度嘅。估計呢個係宇宙大爆炸時候嗰個溫度嚟。呢個溫度亦都係現時人類可以理解嘅最高溫度。因為如果超過呢個溫度呢，啲科學家話物體嘅放出嚟嘅光波呢，就會比普朗克長度更加短，即係時間同空間都會崩潰咁講喎。好啦，今次就吹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